我知道你可能聽過好多聲稱可以幫你賺錢嘅 AI 工具，其實呢個系統同佢哋有啲相似，但我可以肯定呢個更加容易明白，仲唔使每個月俾訂閱費，淨係一次過付款就得。我保證你可以賺翻2倍收益。我自己每年嘅盈虧比超過20%。呢個軟件係由2位資深投資者開發，佢哋喺投資銀行工作，親手打造呢個系統，進行過超過1000次回測，最後推出呢個成品。你可以睇下視頻片段作為參考。呢個系統係幫你判斷股價幾高低位，你只需要睇住熒幕上顯示嘅指標，咁樣就可以輕鬆做出投資決策。我唔係啲你喺 YouTube 上見到嘅投資專家，只係一個普通人，同大多數人一樣。呢個工具嘅成本唔會令你心痛，基本上只係一餐茶錢，但已經可以得到一系列嘅賣出買入嘅信號，準確度有70%。我唔會話你可以成為億萬富翁，因為呢個世上根本冇呢樣嘢，但係呢個系統可以幫你提供穩健嘅指標，幫你做出更好嘅決策。我已喺富途測試過，可能亦適用於其他投資平台，不過請同你嘅服務提供商確認。而家你睇到熒幕呢隻 PLTR 為例啦，你會見到一啲信號，好似圖頂見短底、見短頂咁，見短底就準備買入，圖頂就賣，就係咁簡單。好似係2月27出現圖頂信號，第二日就大跌，所以我係支持位附近買入。當然，如果你熟悉其他技術性分析，夾埋我俾你呢個軟件嚟引證，準確度呢有70%以上。當然，你會見到係78蚊都出現圖頂，但係股價仲係咁升，咁即係唔準啊。首先78蚊呢個位其實 overbuy，就算你用其他指標做分析，嗰個位係要 take profit，而股價仲一路爆上係唔理性，啲市場情緒冇可能可以完全預測。如果有人相信世上有100% 準嘅工具，咁佢都幾天真。就算有，都一定唔輪到我哋散戶。當然，你可能會問，如果咁堅嘅，你自己炒到發達得啦，仲使出嚟益人，又嚟瑞士山區費，賺夠俾其他人賺啊！好啦，唔講廢話啊，你仲有疑問嘅，你大可以留個言話我知你想睇邊隻，我判下個市俾你，你咪即管睇下幾日後表現點樣咯。準嘅咪幫襯咯，如果差異你接受唔到嘅，咪唔好理咯。咁穩陣啦，先賺咗錢再幫襯，你冇嘢輸。講真，如果唔係我自己膽量唔夠，冇玩期權期指，如果唔係我唔止賺20%，發達唔敢講，但一年翻幾倍絕對有可能。仲有，我會不定時介紹一啲非主流嘅工具方法俾大家。如果你本身係想揾啲成本唔高，但又方便到你工作揾錢嘅方法，希望大家 subscribe 我 channel 多 CSL 下。今日咁係咁多先，拜拜。